叔叔，爱宝在吗？我说，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学校了，他能去哪呢？难道是我家了？叔叔，你应该知道，爱宝自从上大学，就再也没回过家。他去哪，连你都没告诉我。不瞒您说，其实我不是爱宝的男朋友。帮我演个戏有什么难的？叔叔好。是他叫我过来气您的。叔叔，其实我也想吃鸡翅。这一点我早应该猜到的。还有，其实我每次跟爱宝背着您亲热，都是假的。宝贝儿，借个套。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子，我喜欢男人。你爱他什么呀？这不是我要的生活，而且这种生活我已经过够了。你有病啊你！你们这些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爱宝那么霸道，他不让我说，我也不敢说。叔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您说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事不能说的？说嘛！爱宝怀孕是真的。你说什么啊？人家男朋友还在这呢。